已经过往的画家周定煌，伊的画哦目前是伫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的展览。7、8月是向画家的亲人借来展览的，也毋过哦，煞碰见咯。报案了后，警方发现讲现场无监视器哦。特展单位会室咧嘛表示讲会来加强管理，嘛望讲画会当赶紧找回来。我们就没有想要卖它，所以你要我说赔偿或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。我只希望把它找回来。它背后所代表意义更深的是，我觉得我跟我哥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连结。思思念念，敢若希望亲人在生画作会当搁再出现。已经过身的画家周定煌，伊的亲人甲珍藏的非卖品交出去，不过伫展览结束进前，画作煞无去啊。11点半的时候，我们有确认画还在现场，然后大概是1点到1点半之间，工读生有出去买饭，然后回来他就不见了。他的那幅画又不大，所以他可能是，比如说他放在包包里或者什么的，那他可能就拿走了。周定煌在生画作展览，当伫咧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展出，挂伫壁顶的土仔图画，第2伊敢若剩一粒钉仔，因为现场自由出入，并无卖票。亲人紧急报案，不过展区内并无监视器，是啥人甲画偷摕去，到当有关无清楚。接获报案后，即立即调阅松烟现场与周边监视器，客证厘清窃嫌身份。上演回应讲，包含出入口、走廊、公共区域有180台的监视器，展览空间因为运输等考量，园方未同意安装。不过，出展方的相关安保也互自己讲敢是有疏失。我本身也是艺术家，就是做个公益展览，真的是很想不到，就是造成大家那么大的困扰。当初并没有评估好松烟的人流会这么多，然后工读生在购买午餐的时候造成这个疏失。出展方会室内稳落地人流的安排会搁重新规划，强化安全管理。不过草头光明正大甲画偷走，也互周定煌的亲人真着更搁艰苦。除了报警，也希望透过社群找画，维系的画作会当早日回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